来继续来看这个国道1号彰化往店的路段，早起大塞车，时速只有5公里。大家想讲一定阁是出车祸咯，但是想袂到，毋是出车祸哦，是咧施工。这是互我要上班的朋友活要气死。为什么要选伫上班时间来施工呢？上班时间赛车上交流道排有够长，管制灯、青灯变红灯，规排车队拢无振动。 真无简单，上国道嘛是赚。那里塞车，时速不到5公里啊。国道1号彰化往店路段大塞车，民众怀疑讲可能有车祸才会塞架呢。7早8早在施工。外车道封起的时间，上班时间车才济，无怪会塞车。塞伫车阵内面的上班族受够生气，骂讲是安怎会伫上班时间伫施工？从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早上7点，有执行 A7路面的一个铺设的一个工程。 施工造成塞车，同一个路段，真侪上班族因为施工塞到强要迟到啊，继续驶，佫真正拄到车祸，一台银色的车去弄到货车，当场并车，总共造成4个人受伤。有人为外左后方，因为我看外左后方很严重，然后我就360度旋转。对对对。 加在拢只是轻伤尔，只是这一工对上班族来讲，真正是无米兼论月。施工先塞一摆，真无简单。过施工路段，又搁真正拄着塞车，搁塞一摆，塞要2公里，互真侪人袂赴准时上班。